基本落到竹北啊，基本有名的药啊，拄了铁缝啊吼，都带去做嘛干。不过你看到了，基本啊有了发通啊吼，还有落了看到了动到了肉搏啊吼，都带去骂啥的，看一下吼。哦，孬嘅咯，你都哪位嘅吼？看到啊都了肉搏，冇不错，是都了位，一听嘿。哎呦，看到无？了肉搏了网层，看佢头摆甲主动时的地方，看到无？了又冲来去个西安看到甲兵马俑，修复之后，修复之前是安样？甲门很多甲位，都带出来位咧，不得了吼啊哦，我还当然冇买东西咯。哎，那种有人冲果啊，要买个果。哎呦，有人在拉嗓子哎。因为客家人有名都抢到了，真叫到国宝呢，太师呢，下面朱陆豪朱先生啊。打破带啲竹筒，古时候我啲竹筒生发到9岁，我将去台北读陆光京剧的学校，我婆很爱乜嘅嘛，我小名叫做阿夫子。今比正经当好彩抢到爱港戏太师朱六号来帮衬。朱六号本名按到朱家福，系台湾爱港戏界嘅武神天王，现正演出猕猴王，有名到海内外。韩国本法国报道讲系本世纪千vị泰嘅猴王哦。也按多年来，朱六号转到戏剧圈来发展。现正客家戏剧韩亚俗剧得到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奖，展现爱港戏以外望强样嘅才气。你乡嘛该？乡邻呢？乡邻，哎，跟我弟你乡，你姓朱嘛？乡族，哎，跟你妈妈乡邻的呀？唔系，我妈妈乡夫。乡夫？哎，唔过啊，我老先祖啊，系动态关系啦。哦。因为啊，我老婆啲做动，啲也系做白，嘿。故说啊，我就会请你来了位堂堂的看做白嘅邻家的宗祠。故说呢，来请一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我们所谓的邻家宗祠。总讲你乡嘛该？我乡邻，你是乡邻，乡邻嘅给他统合会嘛该？像我哋屋嘅个汤河是有10张呀，有10张，有四号汤、五鱼汤、众好汤，善庆堂、永泽堂、济南堂，九牧地、双桂地、实德堂，看看有10张。很多哦，你下会说嘛该？众好汤、忠孝堂，用班过来。你下会说铁锅到6家，6家哈，有班人都係去農田央鐵锅是攞6屋啊。哦，6屋，所以到睇6家時間就廣東鳥片嚟嚇，六福鄉鎮啊，嚇，嗰啲鄉就大東山老屋、藤椒園、島屋、虎陽路，喺落推族啊，全部都喺6福鄉鎮過來喺推板呢，大家落地生根，那邊開墾，嚇，然後有一下共堂，然後啊，江共堂。棟到周館呢，嚇。呀，應該過嚟嘅主公主嘛，啊，一個走慣來啊，哈，中國清朝時期啦，哈，你話係上片啊。做白嘅6家係啲清朝乾隆年間6個鄉鄰嘅宗親來到也特別開墾形成嘅客家總頭，也見仲孝堂嘅鄰屋，現在來台灣嘅時間較慢，故所伙房大家講係新雅屋，用公堂、仲孝堂來做中心。2片發展咗8公嘅規模，就足嚟看出鄰屋子孫有幾興旺嘅。還有看到了會，手環是有那種西河塔，這旁邊這個對聯很有意思。你有冇看到？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。盡其所尊，愛其所親。意思是講，知道自己的根，自己的那個源頭最重要。要飲水思源。啊，亮不亮？意思是講，尊敬家族來嘅長輩，他的親愛自己的族人，大家要相親相愛，互相的合作。還有，現在發現嘛啥？比干係嘛啥？我你講的太師族。你鄉鄰哦？姓林啊，真林哦？他是生於姚思雨汤下商周，商朝时候的人。第一那时候不是属于姓林，他是封于比，所以叫比干。后来武王发纣为了迎接
就是那个忠臣之后哈，给他的儿子啊回来加官进爵。比干本人热出心肠，死体过后，家来嘅空地丛林生发，祖武王就认真安尼，书本记相连。古时大家就讲比干係林木嘅太史祖。来做《封神榜》，我就演过他。你就演过比干啊？比干挖心啊！哦，他最有名哎，最有名的戏啊！他是挖心而本那个让纣王看到他的真心。哎呦，武松是一个很忠心的人哎。哦，要拜一下，拜一下哦。想不到都是哦。比干忠心美國嘅故流傳萬世，未變做林木人嘅典範，還有驕傲。新加坡係全台灣頭一隻客家文化保存區，現正起高鐵。也搭配老順頭嘅六家農田種頭，都本政府證書嘅。啲地方文史工作者，還有六家字體嘅整齊，將做得保存下來。今比新加坡也搭配當地期盼頂頭天陽煙發通，當然愛去鬥能嘅啦。小钟啊，你要用按鈕呢？哎，天陽就會標咧，愛情啊就不下去咧，你海報就冇做好。條架啊，我講，唔是少啦，愛情啊吼，是愛看到是唱愛情腔咯，唔是少。根本嘅啦吼，愛定本穿太前，愛前到13年啊吼，佢啊吼，賣東西啊吼，點賣天陽嘅海報啊吼，然後偏愛哦，全部都是賣座。你有看過有看過那個雞排英雄嗎？看過啊，是條迪拜，真錢啊！嘿，哎呦，難會掙錢啊，穿太前啦，一天咧啊，看人家作品，看到嘛？像按用擺，條路條擺是再有可能看擺一張誒，然後講介紹啊，不要太愛兄弟啊，好了，亮愛條架，嘿，看到條架還沒下跪嗎？然後講，你拿到我錢嚟抽嘛？來，今本年180有輸了。有啊，有收起來哈。對啊。剛才搶你的天數挖開海蚌牛蚌嘛。還沒挖。哎，小鐘，你沒講，我不年前你就挖出來。不用啦，你錢收了對不對？你現場可以畫嗎？現場是可以畫。現場畫好不好？好，給，好來吧，來。哎，你是呢天陽名，我都客家人有名頭。啊，客家人有名頭。嘿，是呢天陽。董我坤呢？我坤你出錢，一定穿太錢呢。對呀。男主角哎，你唱都趙又廷。哦，趙又廷啊。他現場就可以畫，你看到幾厲害？看到冇？你很幾發，他立刻就畫出來一個栩栩如生地堡。頭擺嘅天陽海報就像廣告用嘅，畫到好唔好，影響票房前提。今日主辦單位咪特別邀請老畫師來畫，愛本大家快 Q 一下。這些能多了。哦，啊，是多誒。看一下，好。條架，啱講。你呢部片啊，吼，客家人有名頭，經由國寶來發，已經穿太前啦。穿太前。你是對的吼，你去買地堡，好，穿到太前，你向他來帶吼，一起來住地堡，好嗎？好，不要只是畫，我們讓你住真的地堡。因為太史嘅假詞，我想按嘅節目天錯嘅風度乃唔得，你可以做白，按愛去做到，做太史嘅喜順人生愛開始了。先生，你一出來落，你天王喺哪位啊？第二咋，就係個生意帶過嘅貨。老母是錯嘅。哦哦。有老頭擺窮老母啲啊？冇窮用啦，頭擺沒有冷氣啊，我按到嘅電線啊，哇，然後你講哦，來生意時間啊，來hem第二咋巷子哈。我都嘛個。鬼巷。鬼巷。嘿。你有冇看過？有沒啊？因為兩邊冇天貨啊。冇天貨。兩下有咧。係兩下有天貨咧。頭個冇。加係那個郵局。哦，真嘅啦，頭擺兩邊係郵局。郵局。郵局係啊。郵局誒。不過你睇看起來全部係現代建築哦，邊推邊走。記得。對哪？娘伯對哪？兩件係哪個親戚嘅？哦，娘乜曬？嗌阿伯。哦，你阿伯嘅啊？嗌阿伯嘅。哦，你下很大度了啊？我表弟。哦，很大度呀？很大條邊。冇乜嘅邊咧。冇乜邊咧啊？哎，小鐘，你啊，係啦，你講。兩黑啊，頭哥啊，兩黑鐵工廠，前面是旅社。錯。黑過黑後門。後門。進出這樣子。看你按財哥。當然啦。按財哥。條班冇錢。平不到。西沙。是帶兩杯。帶兩。平。
他一体，都会地方。某偏手，某边手，懂得回忆吼。对啊，就看这个旅人这样子来来去去，是有让人家休息的吗？我跟你讲，俩去哦，跳过哦，俩去铁工厂，俩见去买猪用去，来跳过爱去台北学京剧的世界世界哈，结果嘛个赢啦，结果嘛，哎，做嘛个戏啊，做黑我啦，哎，不你讲错嘅，去做美猴王，做黑我王。行业也条当有回忆嘅西方嘅，主流好一片行一片角，当欢喜呢。对啊，就去爱摄影师带个我。哦，哎，真紧呢。这样简是所有里面的唯一保存最好。某边呢，我马上接太太。让它挑白时节铁窗，这样漏东西啊，真的要好好的来保存。对啊，有这个人啊，年轻人就把这一段，把它做成椅子，铁的椅子，还得到这个国际的红点奖。哦，哎，古时候有没有看有漏的东西？你还懂得了漏的东西啊？吼，稍微再加一点创意的话，是变都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现在记一段回去好不好？哎，我记得头过喺前面是旅社，错，黑过喺后门，哎，进出这样子。看你家呀位，人家又进出。哎呀，看按采购，同年按吹过的，条板冇钱，五平不到。该按 C T 方。哎呀，我家婆啊，还有我 Q， 我 Q 妹，还我姐姐，我姐姐，西沙，是大家会，唔平，太都会地方。某偏手，还要跟旅社借，对，错，家看到你一行路行去，系啊。哦，不错诶，真挺有辛苦诶，欣赏诶，条摆吼，不错，要会懂得回忆吼。对啊，就看这个旅人这样子来来去去，是，有让人家休息的吗？要不要？因为满月之后就会我阿婆带胎的嘛，我多了下，我还记得我大安婆爱岁末的时间，我就会名到我婆的小腿肚，会名到我张衰腿。50多年前的事情，主流好还是印象当真。老屋虽然细又简单，不过煞有濃濃嘅情感。可能係當時生活痛苦，才會有緊閉嘅國寶態勢。古時啊，我就老太牙講啊，不要怕出身低，單槍努力，你就會有更好嘅成績出來哦。客家也是按鈕，大片認真，條擺辛苦。不要緊，你還有成就，太重了，真嘅哦，美猴王厲害，唔平台嘅西部嘅培養出國寶級嘅愛國戲態勢，也條鬼風嘅很正經係冇簡單哦。小嘅睇老婆，主力學一下愛講出自家唱後進嘅童年咯。我只要一放學，書包一丟就唔見睇咧。我去玩水呀、昆天漾啊，以前我不卡喺荣乐戏院对面嘛，我就会懂得会太爷啊，说带我进去看电影嘛，带我进去看电影哈。哇，要買，要買。同樂戲院冇咧。哦，那條擺係戲院哦。你做戲院啊？細時間知道要去看天漾。看天漾啊，吃東西啊。看天漾係細時間最好的回憶。係啊。嘿，阿叔，嘿，帶我去看天漾啊。條擺有條擺吼，你細，人家會以為你是他的小孩。對，這樣去看天漾是唔值錢的哦。值錢的錯。我條擺蠻黑啊。蠻黑哦。嘿，然後我手甲強看到馬上是強是去看呢。打扮啊，去看啊，吼，看到一開始啊是，以前條擺會放國歌嘛。係錯，國歌完才演電影。那我每次看完國歌，這樣還空多很賺呢。暑假的時候有沒有？我姐姐呢，她就會去批一些漫畫書，或者是甘蔗
我们就会在那个荣乐戏院那边呢，就会摆个摊子，然后卖那个甘蔗，砍那个甘蔗来卖。然后那个漫画书呢，就是你要翻一次就给1毛。公司嘅老戏院虽然已经拆脱咧，不过主流河港冇相干，还有一只素材做嚟本期分享一下。那條架嘢落皮油啊！哦哦，我哋會懂到落喺相片都了位嘅吼。哎，对，带了坤荣乐戏院，融了戲院加 any con 呢？哦，都了位。荣乐戏院。哦，條架係按鈕哦。你有看到我？哈利的女人。你有看到我冇？你都來。呀！買東西啊，都係搞嘅啊，死鬼哦！有，全部看到人恐龍嘅。係啊，族神啊，族夫啊，全部恐龍啊。咱哪個講題啊？全部都冇做鞋咧，因為冇做鞋。冇錢啊！我係冇錢，冇錢做乜嘅鞋哦？條擺從你媽冇做鞋。冇啊！通常是冇做鞋，冇講教鞋咗鞋好。啊，你還有鞋，你有鞋。公園高這些鞋樣有鞋好着。才有公園多幾單拖鞋會買一雙好鞋的拖鞋嚟着。哦，拼送師不捨得穿，不捨得穿，沒磨鞋好着。誒，公園條擺真挺感觸嘅。泰國你香唔該？買香冇？香冇間嘢頭殼，江夏堂。哦，鳳蝦頭，送一塊有黃金的。但是係喺有改變咗，叫衰上台並係未叫衰上台嘅。啊，真嘅哦，你們兩個遭遇很像誒。黃太哥幾年前轉到竹東老堡開嘅一間麵店，呢度刁難嘅老竹東嘅相片，食材就搶一類細展覽館。當到來食麵嘅菜天兒，就東校啲一條老相片度，尋到自家啲歷史地度嘅身影，還有回憶。竹東天遠航看過一嗰邊是不搞桶嗰邊，往五峰山上那個方向就五峰山上。然後嗰時間就你啊茶你就不得了。哦，茶，那差唔多民國48年，48年。那東京都看電影嘅吼，然後看啲相片。你啊建福，你啊韓菜啊，福德哦，你啊是樹麒麟子哈，樹棋象棋樹。竹東會有叫做竹東，早期不叫竹東，叫什麼？早期叫做樹麒麟，因為先民來這邊開發的時候，整片都是象棋樹。客家幫你問過啊，香皮書，香皮書，就拜落啦，竹東是搶尾香皮書。台灣竹東啊，每人都竹東，剛剛正確名字很多樹麒麟。先民開發的時候都是象棋，然後樹麒麟嘛，後尾因為是竹東。行中移動，所以很多竹東。哎，條擺橋，太橋，太橋，這叫大橋，你看到沒有？條擺用竹嘅吼，竹子上面就是個那個木頭。哦，你看條，這全部韓國行了，韓國，我東北片的吼，東北影響誒。剪到一條一兩邊，吹風了一些是大台階，大的臨時的便橋。每次大台是臨時便橋。無論係家母嘢、土神橋，也係私從地度嚟做生意嘅小販。頭擺竹東人嘅生活情形，都做得啲黃太高也得嘅，透過老相片看得到。就啲麵店對門，主流河看到當久冇見面嘅隔壁太哥，也見開業58年嘅傳統雜貨店，留主流河四世節強用，係附近嘅幾年嘅百貨補給店，咪係老竹東嘅見證。小鐘啊，我嚟講嗬，呢條路啊，係我當年愛讀書嘅行嘅路。哦，你讀過社會時間？嘿。哦，哎，你很強哦，你會啊？頭個係老師宿舍，頭擺家係棟到嘅那個水果樹，行過了會叫按鈕。哎呦，七隻攞件拿下嚟食，拿下嚟食。呢係董有名嘅老師叫做蕭如松，也教畫畫的。拜拜，董有名，讓他變作蕭如松紀念館。哦。蕭宜昌係台灣重要嘅水彩畫家，本身係新竹北埔，現正教書喺竹東係喺當初嘅時間。蕭宜昌高成過後，新竹文化局除了加老堡，還有其他區屬沙戲歌，就變做展覽嘅藝文空間。像不影像嘛？那想家。
一项姓谢，谢该你要捅我会吗？该波书筒，哦，鲍书筒哦，姓谢的宝树堂。哎，刚才看到廖威，哎，松眼筒，该香吗？该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名字而已。哦，一个名字对，。我们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功用这样。哦，等于说这个功用是会做嘛？该俩不？人家应该叫教室，哦，教室。送口的地方。哦，松口店，它给它一个名称，松岩堂。哎，你去松岩堂是第二去松口啊。哎，你看，他的书啊，他的书，你头摆啊吼，就常常偷偷来摘的，偷偷来摘。今日跳摆萧如松老师弄谁直接总害。哦，古宋研究跳高了，变班的哦，宋老师。人家对面有芒果树啊。哦，芒果树一定吧？有。其实你用作水是萧如松总。肖老师种的。我看你做干你一定有拿工，有拿工。你看很多了不？我有地方。这是在日本时代就已经有的房子。早期我们竹东是应该说新竹这个地带算是台湾早期的输出口，有被日本人统治过，所以我们竹东早期是很多这种日本分子，是因为到我们后面一直慢慢的改建。那这个区块刚好没有被改建到，因为这边的地主其实拥有的太多，他没有办法做变更跟承租贩售。对。不错哦，是按你们几几早就留下了，按讲的风。你看这样。特别是众多族东，主六號天初會來到亞特嘅享受亞味嘅點心，還有另外一隻素菜，咪係主六號種類天初愛去嘅。他说，嘿，亚威就係愛深夜時，常常來玩的兩條街，第下係愛 Q 妹屋，哦，真嘅哦，Q 咩兄啊，Q 妹哎，Q 白嘅啊，阿爸你好，哎 Q 妹你好，谢谢。板条蛋饼，半脚會做蛋餅，啊，天擺糖糕呢，是台湾是那樣嘅。哎，看到冇？哦，行幾多路？阿爸，你这样做嘛干弄啥？我爱来吃米啦。你的这个眼影懂去别人，色哎，吼，因為我空燈咧，面長咧，愛用人來表示。哦。Q 妹屋，哦，真嘅哦，Q 妹兄啊，Q 妹兄，哎，Q 白嘅啊，阿爸你好，哎 Q 妹你好，谢谢。哦 Q 妹啊，还有啥哦？小猪，收工嘞，哦 Q 妹你香嘛该？哦，姓何，姓何，那姓何的堂号是什么？庐江堂。哦，庐江堂，哦，该 Q 公嘞，香嘛该？佢跳上臉，喺上腰。啊，姓叶，他姓叶，南洋堂哎哈，他還是那個哎楷模教父哎，條巴還欣賞哦。兒子媳婦老師啊。哦，哎，真勁。對。哇，Q 妹真的很會帶小孩，第七屆聲音全部都為人師表，都欣賞，你哋蛤蟆欣賞，京劇的大師。你有帶過幾下？有啊。有拐冇幾些時間？懂餐哦。啊，真嘅咯，哦，冇拐呢。爆料哦，你冇拐有大表啊？啊。冇大海啦，你對你最後哎，來頭啦，啊你阿婆，阿胡子是都那裡去，都大海啊，哦，大海哦，咁而家要家做來就種咩地方嘛？做來我覺得遠啲嘅。啊，有啊，有空就有回來。有啊，我有做來大啊，伯做來有來看你，有啊。有啊，哦，跟你有孝順呢。哦，你要爆料嗎？鄭多廖威就上到京劇有一出戲，叫做《四郎探母》。哦，你來看他就是回來，分開很多年回來呢，看到家裡面，看到媽媽的那種感傷。哎，那你來看到 Q 妹算是第二個媽媽咯。哎，係你啊。睇時間你老給吼養大的，養大的，對。對啊，他把你那就養大。從一支四郎探母。買啲嘢一支都當錯。冇，那就會好，好，不如衝黑到媽祖人，衝每個 Q 妹堂，係。老娘親上
朱立豪9歲去台北讀戲劇學校，無幾多年，家婆就過身嘞。公司不肯人無本基地，故所無看到家婆親密一面，係其野生人親態嘅遺憾。一下還係啲族東嘅斯坦人就係蕎麥嘞。特別轉來朱立豪天初為老蕎麥搶案，行個秋啲蕎麥屋卡附近呢，有一間東路嘅祖傳店，咪係朱立豪難忘嘅好面試。條街啊，條街有，你想不干？小康啊，小康。那你的堂號是什麼？你要統號？龍溪堂。哦，龍溪堂的呀。哎，你啊，看到導遊歷史的嘞，你100多年了哦。更長、大米長、更狗血、更快。古時候你老條街是一個賣便的個啊，哦，比西時嘅。来这一次哥，要保留得很好的，這樣。竹中只有我這一家啦。有冇開？啊，是咩咧東西嘛？板條，要會板條蛋餅，板條會做蛋餅，啊，T拜糖糕咧。是台灣生產養殖。台北也沒有。我可以啊，好冇？好，試下。哎，看到冇？哦，很 T 咩咯？你來集好冇？哦，很香哦，跟呢都很香哦。我這幾個你去試看看啊。看到冇？東西啊，是小點生它最後生。係啊。哦，呢度嘅嘛？板條凍好事咧，好生啊。老辣條啊，好正哈。好生。現煮現食，好食到一兩個呀，都唔記得行啲料呀，行唔啲都當人行嚟啦。條家講啊，點度嘅招牌點是還有當多，然下搶啲都錯啊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哎，那你要不是有兩半條的蛋餅嗎？還有，要不還有煮，還有嘛看？還有。倒位哦，倒位啊，打工嘢，好，你睇下麻煩你，哇，一係竹筒嘅包咧，包玻璃塊，還有豬肉好冇？一包嘅豬肉係天子嘅豬肉，不受苦啊，從新鮮才做得很好。哦，兩百個包誒，要按開，竹筒嘅包誒，呢度是你是個水煎包啊，冇按開嘅咧，要按開哦。而且它这是皮很薄哎，对呀。而且你看最主要它的皮煎的有点像那个馅饼，你有没有觉得？超哦，一定很酥脆。客家你周神梨哦，这是超，看到没有？里面的料这么多，皮薄薄的，吃看看。啊，玻璃衰，用然后这个哦，它玻璃衰懂点，然后外面它这个。皮呢很酥脆，对，然后里面后面这个皮呢又很软，客家味咯，哦，看很多玻璃酸，好食。料好食材，難怪生意好到耐唔得，行開有人請假，當對台北來竹東，就係味道愛食也傳統嘅客家風味祖傳。生意按好啊，咁你上到去其他地方來開了，這樣。因為應該是就是家裡自己傳承下來的一個店，我們沒有想要開分店，就是只有一家而已。做傳統之後，按貼邊你看台北嘛，差唔多按開做一包，因為差唔多按用嘅要按用嘅煮半條做嘅蛋餅。咁冇主要是人手不拿啦，人手不夠。對，人手不拿。咁你可以開放加盟哦，你都是加盟係啊。加盟咧，佢係因為佢哋咪摸做佢哋中央廚房，佢哋摸佢哋東西。按摩法，所以我們這個量，這個控制人，品質才可以控制住。哦。憑條家講啊，呢度其實唔好接受採訪啊，就係讓人下邊到位做唔出，會影響品質。堅持品質，將做呢本老店嘅招牌永久掉下去。食飽嘴空，朱立豪愛帶小眾去練功了。先生，你突然來nhà你骨燒錯冇？係啊。看到你哦，講特別客家三腳茶雞腿，那係你做東嘅特別的東河坤的三角採茶戲。啊，真嘅哦，冇看過哈。客家電影嘅京劇大師。係，我京劇啊。不過了三角採茶這個戲團，還真嘅冇看過誒。一定要，我媽媽係從客家戲嘅人。哦。
哎，你先看给他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的，哎，你好好来聊一下。OK， 好，来开始。哎呀，童年了嘛。童年歌。阿爸，你啲阿怎嘛咁弄只？我爱来吃米啦，爱真唔信咧，爱看你两手一个嘅童年哦。阿爸，也出去做嘅係一對兩姊妹，留一對兩姊爺結業，親密順起聯門嘅劇情。看到按神奇嘅表演，做了好慢慢去公司學愛講戲嘅辛苦訓練。每次都學京劇嘅劇校生活，可懂艱苦，懂艱苦。一定哈，當夜的早上起床呢，就要4點去練聲音、拉嗓子，然後練丹田氣啊，那就會當夜就會按用咦啊，到5點呢就會轉去學搞翻跟斗，什麼前空翻呐、後空翻呐，啊，都差不多8點就會上學科。讀書，下晝頭2點開始呢，就會練衝狗啊、衝戲啊，練刀練槍啊，鼓手一天的生活下來，很懂辛苦誒。你的頭過會學戲呢，就會當日哦，就會被老師按用打。做乜嘢玩啊？來個本呀，來要到成招，呢個多乜概念啊？手機聯盟。睇家陣會幫嚟講啊，係聽我手機聯盟啊，那碰蟲我真係有，移動嘅碰蟲啊。睇聲你望啱到你啊，係咁啊！阿姊啊，哎呀，香嘛該？係香港。香港姓江啊，雞名同我去嘛該？基隆房。哦，基隆同。嘿。阿泰國啊？那香港。哦，香港姓王。人家同我嘅。太原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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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係香總。香總。哦，啊，咁我銀川堂個嘛。泰國。香嘛該？香整。姓曾。姓曾。沒改。真的。雞名同我嘛該？陸國堂。哦，跟曾國成共榮啊。曾國成。真嘅。那可能呀，伊啊懂去別咧，懂我客家太呀，寫嚟全部用吧。花都要沖花唔嚟，花都要沖四個係用。仲奇怪。而家黑龍莊，喺呢叫咩咧？黑炭喺呢條牌子嘅黑炭莊。哦，要淡妝。哦，哦，你的這個眼影懂去別咧，色誒。哦，因為我紅燈咧，面長咧，愛用人來表示。哦，太子正經限定印象哦。台灣嘅客家戲按到採茶戲，配合嘅採茶歌，還有民間舞蹈。不過因為樣樣愛按名做三腳咯。大家覺得三腳係。三腳係沙腳，個腳咪係咁長哦。哦，對呀，怎麼會？所以你喊我因為腳絲啊，角色的角色，太高級了。三排腳絲，因為會取這個名字很特別，因為大家都知道三腳貓子，一聽到我們講懂後，不是很吉祥。沒有，你喊我腳，你要好好解釋一下。太腳絲。哦，你要腳意思係太腳絲。太極。三個人做一盤太極的話，哦，3個人都打戲，就可以做那大戲。哦，總有意義呢。哎，講到大戲呢，那我要現在要愛衝來專長嘅京劇，哎，互相交流。好，心中想與同歸。我攝影時間我唔會講國語，因為在做動啊，冇人講國語，就會講客話啦。故說我哋劇校會沖戲，你就會講標準的京片。你剛開始你講吃飯，你講做吃飯，啊你就慘了。所以我們就拿那個一個板子啊，一個長的木板，然後就會把你就嘴張開，然後拿那個板子，然後去繞你的嘴巴。
都会绕出血来，就要让你变成口齿清楚、说话清楚、唱戏清楚，这样子才可以。还好他只唱一句，他一句就好唱。哦，你的名气量暗冲啊，他一句没团呢。好呀好，也要结束。会练啦，会练哎呀啦。，真的没简单的，中气十足哎。你看这三角里面太极师，魔法功，还有刚你迪啊吼，来泰国。泰国很活泼啊，马家角色全部做得好，因為做後嘅嘛。奇怪，客家戲，係客家戲要係話講客家戲㗎嘛。来，曾经美猴王来了，美猴王来了。因为俺妈妈是做客家戏、然后歌仔戏的演员。哦，真嘅哦。哎。哦。俺是伫后台出身的。哇。这上面哦，就是你做客家戏、做歌仔戏最正式的场地。神明看呢？妓院。妓院。这样说这些特色呢，就会在票边说完全看不到的武打戏。他是你的 C 位存在。来，曾经美猴王来了，美猴王来了。请人在我美猴王前面大肆嚣张。哦，美猴王哇，进步吧！哦，當真係本世紀千vị泰嘅美猴王啊！順頭嘅泰國命運唔係用客家猴來稱其嘅歡喜，佢也按流量嘅表演，馬上會上到主台時已經63歲嘅呢。美猴王表演廳揾客家猴3點鐘，泰國咪係老夢咯，還當流量呢。做睇孫猴變功夫嘅戲出，接下來主流河帶定小組來到人生地度青葱有嘅嘅素材，也帶俾小組算係高一拜來遊覽。上禮拜啊吼，然後小馬遊樂呀地方，我沒有進來這個地方。哦。第二拜，老米凶他，買吃到後沒有啊，很愛賺了。叫做弟弟嘛，來生意的時間啊，那就第2位，看過俺媽媽都上班，這種做戲，因為俺媽媽係做客家戲，然後歌仔戲的演員。哦，真嘅哦。哎。哦。俺係喺後台出身。哇。哦，真嘅，你說，哎。衝到一班人媽媽說：哦，叫佢是通嘞，就是通嘞，冇唔錯。俺媽媽、老俺爸爸，然後歌仔戲班、客家戲班呢，全國按用這回。佢今年咯，哦，清末簡單啦，將這類做東創新啊，那就對兩位看媽媽跟老爸爸，做戲，你睇咁辛苦誒。戲班的神法係懂辛苦誒，佢會帶啲戲院的後台，後台就會一個白色的一個白布做的蚊帳，啊，一家一家這樣子相鄰的一家一家的白色蚊帳，每一個白色蚊帳裡面呢，它就是一家人，所以我姐姐跟我爸爸媽媽，我們4個人就是那一個蚊帳就是我的家。呢站廟啊，就係你做客家戲、做歌仔戲最正式的場地。好，就像你係劇院咁樣嘅。哦，因為你劇院是算本神明看的劇院，劇院，唔過真嘅，你還唔夠，還是吃豆你現在站在正中間，對不對？來，我們來轉過來看一下，剛好正中間對到的是你的神明看，神明來看呢，無錯啦，神明的位置，是最好的位置，最中間的位置，最貴賓 VIP。非常具用係主動提起做戲青松嘅廟。主流河自細就看客家戲太極，加加工加破，還卡係台灣愛港戲團人人兼辦嘅成員，被傳戲劇天分，難怪主流河做得啲愛港戲嘅太出名。
机会都难得，小众要大帮下机会，老太师学吉普。梅兰芳梅大师，他就会谁来？最有名他就是男生，然后他剪那个剪动作，他的手叫兰花指。哦，兰花指很有吗？很有。哦，是这个指头，兰花指。哦，然后这个叫叠枝。叠枝哦，叠中指，对。木竹爱看到耶树。哦，这有点像孔雀一样。华裔，有。你哥哥好简单嘞。你的你京剧在全世界，最有名的除了美猴王以外，美猴王最有名。另外一出戏叫做三叉口。这出戏的特色呢，就会在很明亮的光，这个灯光之下，会表现出这个完全看不到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武打戏。我看冇简单呢。他就会讲有一张英雄，他住店，住店的时候呢，那个店家是黑店。哦，黑店是真的做黑的生意。做黑的，他就是武店那样。武店们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到你房间去把你杀掉。很气哦，他是你的 C 位谁呀？看到啊，神气又高。表演台上茶后，沙田主太师加码，为大家来一段轻强的武打神探。56年前的舞台下，头蒙蒙的西亚歌位变做爱讲戏太师，今天要骑上亚舞台档，本非常用的众市民来见证。戏班嘅后台正件係便對水來硬過水，正件係觸動自講啊！你不一樣冇簡單哦，唱到了沒有了董事長，像龐那樣，龐董事長，像龐跟人家同步會哪個同？唐昊，人家唐昊龍溪同，姓龐的都是龍溪堂。哦，該唱會你看哦，人家很多會唱功，錯冇？佢老了，你了要做動作冇？有冇嘅關係啊？首先，頭擺些200人先嘛，現出現的廣東類，對來到時間，我哋會所動，要全新共發展，所以在喺啲廣東老家這些縣嚟講，定喺啲三山嘅講，大家應該係明白，甚至訓練喺啲咧做動嘅提防嘅心思啊，大家是出錢體驗嘅，係啲係體驗。緊賣緊多，人家下啲苗建國中間200來間中間，佢經過4次細緻的修剪，慢慢演。飛從橋為安尼來安名，有飛蛾長旺嘅意思。200年來，也客家人嘅守護神，睇啲老祖古漂洋過海，落腳竹東，就變做竹東人嘅精神寄託，為保佑竹東嘅子子孫孫。董事長，佢間門洞強嘅哦，佢平常時有人行了冇？了冇，了了，我哋沒有好嘅，比較上面嘅網嘅全面就已經定出去哈，我哋嗰啲嘢就咧沒有啦，係定出嚟，一間門就打開啦，好係全面將過嘅。哦，一門打開是本神明行嘅，根本呢，你客家天主隊來，客家人有名堂喎，有客特別冇？有。你問過？係黃日古典，記者我嚟拍咗個戲，可能係現場啦，所以特別把這個門即刻就打開了。董事長今日本案當太嘅面風呢，為到案節目太開中文，正經係當講用，強見貓200來拜訪，也咪係案老飛從用當特別嘅緣分。董事長喊卡為案向三山國王來祈求，希望翕節目嘅時節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。相信8月過後，16號愛為大家小嘅演當將嘅老婆婆，手控地非常用順，一個唔大年嘅西方嘅度。小鐘啊，我嚟講，
因为主动啊，相旁的人哦，最多。系啊，跟人家看来落了吼，那地方是有老唐家有关系啊。唐家的糖哦。真的咯，哦，来看一下，哦，哎，真很强哎，别有洞天哎。哎。哦，太记，你好。太记，你香不来？来半年，半年香港。香港啊？系啊。但你会香澎湖。哦，澎湖了地方呀，哦。古说你喺澎湖啲天幾房嘅？天五開房。天五開房嘅。啊，這個你們都看一下。昨天啦。哎，看到東秀有看到這個要到它的這個鳳之前，農場子還有一個這個東西。哎。養到四合院嘛。哎。四合院而家條件只都放開啦。在種的。你看我多大概？屏風嘅啊。哦。哎，要大戶人家參與嘅。來，看一下。很強哦！來到了地方啊吼，衝啊吼三峽老街，因為三峽老街它全部啊吼是衝暗湧的建築。我看了，哎，那董游律師都整個都已經腐朽了吼。以前看得出來是那種彩色哎，哎，它那個顏色都已經斑駁了。民國5年蓋到10年完工啊，10年都是新居都成。古說了天鳳真係有錢的啊，平常時看到沒有在暗湧哎。很強哦！哎，跟人家龐達呀。係啦，龐天婆嘢啦。哎呦，你看到嗎？要做我們的偏影呢，我看族譜都拿出來。龍溪堂。小周，俺媽媽本來家鄉旁哦，也關西過來的。哦，真嘅哦。佢後來被姓傅，姓傅的收養。俺媽媽本來係關西鄉旁哎，後來就從這個關西呢就被這個竹東的姓傅的呢，就是我外公了啊，他收養。那我們姓傅的是什麼堂呢？嘿，姓傅的叫做清河堂，而且我後來才知道，我的外公跟我的外婆沒有結婚。所以呢，我外公呢就收養我媽媽，我外婆呢就收養了我舅舅，所以我舅舅他們姓陳，所以姓陳的呢就是颍川堂。如果沒有這個節目的這個引導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自己的祖先是在什麼堂，所以我是沛國堂，祝陸蛙好。哎，大鐘啊，有看到嗎？你看到嗎？你比照一下有沒有？你看到某空窿嘞，某空窿哈。哎呀，你看，還有什麼雕梁畫棟啊，哎，還有下絲啊，哎，對啊，就某類啊。哎，太極，有沒有按鈕？要某嘛某件體的，要雕梁畫棟，要嘛某。有個少年博起啊。啊，切的啦。這個哈，銅盆，動態銅盆。跳床愛到上跳床嘅，唔免愛到下上邊。上跳床是拿薄嘅啦，薄嘅喺地邊旁邊就這樣。哦，差嘞，看到你節目夾夾，拿賺了哦。哎，要不要按寬之後感覺就少一位？哎呀，漏條包的東西哈，拜託一下哈，我們呼籲你把它拿回來，好不好？我們在這裡通緝。拿出來哦，拿金箍棒打你哦。開發竹東嘅成敗彭奎優。啲亞達嘅戲嘅5件大銅幕，本5個來嘅，經過時代嘅變遷，一下長存到1件新後體。留上一擺小種小馬拜訪過嘅龍溪堂，來見證澎湖頭擺嘅好光景。今比聽聽朱六號轉老屋，看到為按到竹東嘅特色，俺發現雖然竹東嘅樣誒變態咧，唔過實係一個清幽裊裊人文氣息嘅小鎮，當值得大家來拜訪哦。